天你就做两边唔系我嚟做，天你要变做是菜嘅菜地，因为两边有河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做的菜地可以看下心情，太上头的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走在前面逗你打对不起。有变做是菜地，因为两边有河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做的菜地可以看下心情，太上头的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走在前面逗你打对不起。给了，这是你第几次买到难吃的便当？都不少。哎，给了，很难吃呢。去哪里买的呢？猪杂。喂！快走！进场！投警告！自己人！投警告！自己人！第一分局高尚委！动！自己人！不要开枪！投警告！自己人！第一分局高尚委！动！不要开枪！自己人！第一分局刑警高尚委。先生，这位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来这边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会这样围捕他。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东西是什么？我们已经追捕他半年多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问了！请你告诉我。删除！对不起，我会抓到你的！我下次一定抓到他，好不好？你在告诉我们，请不要再问了，好不好？请问你是他的同党吗？删除，你跑不掉！听到没有？请你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吗？同党。喂？什么？有人要跳楼啊？不是吧？找别人吧。我现在去追山猪。是啊，我是客家人啊。好好好。
先生，先生，你千万不要往下跳。先生，你千万不能往下跳哦。你不要胡思乱想哦。你这一跳下去，你的家里的家人，你的女儿，不知道。队长。客家人。对对对。我很久没讲了呢。还是跟他沟通一下哦。哎，劝导是跟他。哦好。我知道哦，明白。我知情了哦。社帮忙，忙声哦，看住敌人。贵人，你在干什么？妹妹，快把妹妹给我！妹妹，快点过来！生你妹妹还忙声哦，肚子饿没？好啦，来看哦，生你呢，先去请咸的食饭了，做对了哦，你来。干嘛那么想不开啊？嫂子好。俺做你送来冇？做对啦吼。一看呢，有嘛的事情啊，做嘛安呢？讲出来谈一下呀。就甲做事洗米了，你死了钱啊，钱拿唔到。迄钱的问题啊，你讲迄钱怎么嘛的问题啦？再搁传出去话啊？个，可能迄学人啊，哪边去学啊？因为南庄。南庄啊，还没强用啦。将来家下没安尼啊。错啦，唔伫个走嘛一条路啊。大冤家，当国行啊，拢唔惊。安尼做错个啊，当国做唔惊，钱嘅问题惊嘛的喏，条路走到清水油个啊。行人来台北落实，本来这么晚过的，你看呢？规到台北暗台的，你会寻唔到头路喏？好冇？快点下来啦！你下来好不好？你看呢？上看啊，了下跌下去的，春夜姑娘，老妹去两3分钟班咯。是讲转股向要分年少啊，抢去2、3转股向向分年少啊。妈的事情才会解决出好咯。伊从了还有几家年咯，向下的，大家想办法解决啊，做冇？我说啊，不样子的啦，我赌啊，已经艰苦。成本大是会安尼，但他们讲啊，我来台北家下，我嘅什么朋友，你强向啊，交文骗人啊，我了还唔起好，做冇？嘅，你好卡有老太人无？有啊，你多谁啊70人。 70人哦，啊，你用做个下去喏，竟跳下去的，其2、3分钟班，计算法要动工久的。哦，条路走到清楚好个啊。你下来啦！好啦，看我下去的，好无？随你哦，做对了。真的。 哎，
捕他半年多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问了。请你告诉我，删除，我会抓到你的。哎，阿伟，在电视上面你真的很帅哦，超帅的。学长，别再亏我了，你以为在看综艺节目啊？不过说真的，在分局看到他，大概扁死他吧。妈的！学长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对犯人动用私刑好像是违法的。他扁了还会被抓到，那么逊卡。那我们派你去，国籍冠军一起去。不过说真的，老大最近脸色不是很好看，自己小心一点。他又怎么了？就上一次那个跳楼的啊，他要申请国赔啊。对啊，你看一堆报告，莫名其妙，消防队的报告要写案子。正常啊，你也要写啊，写详细一点哈，不要被再抓进去骂了哈。喂，是。新闻头条通通有你，现在你可神气了。哎，人家救人是得感谢状，你怎么救人会救到要上法院呢？老爹，我要不是抓住他，早就掉下去了。你抓到他，他也掉下去了。好了，现在连我也跟着你一起掉下去了。现在啊，人家要告你啊，业务过失、伤害。我不管你啊，是无心的或是有意的，哎，这我都可以不管。可是人家现在要申请国赔耶，哎，我不得不管哎。他根本是想坑一笔嘛，我已经按照一定的程序处理，应该没有过失才对。高灿伟，你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很好，我100%信你。可是媒体不认识你，我们的猎猪行动布线了半年之久，你却搞了这个乌龙，现在大家根本都看不到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。什么猎猪猎狗的行动，根本都是狗屁。上头现在一天到晚打电话给我，你告诉我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没有在第一时间抓到杜玉荣是我的过失，我会自行处分，我会连累长官。好啊，你自行处分是最好，我会替你安排好。不过你也不要想太多，不要认为这是处罚，你就当作是度假，避避风头。1年半载，我就调你回来。阿伟啊，你到台东关山的幸福派出所报到。什么山什么所啊，老爹，这是好事哎，那边很凉哎。很远当然很凉啊，台东哎，会不会太狠了一点啊？那边有缺嘛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弄进去。我知道你很想调侦缉队，这样好了，1年之后你调回来，我再替你安排。这1年你就当做是避难吧。避难。谢谢你哦，老爹。我本来是想说，就停职1个月，然后去指挥交通就好了，不要台东啊。那我调你更凉的地方，兰屿。报告长官，台东很好。
去邮局啊，这个小孩麻烦你跟我看一下。哦，好啊，没关系，来。这一条鸟也麻烦你跟我顾一下。啊。滚！滚！哇！牛。牛，跟你很配啊。你帮我看一下小孩啊。来。我看一下小孩。好，滚！怎么办？苏婉刚找我，我先进去找他，带小朋友进去。来，小朋友来，都先跟我进来，来，快点。来，一阵，对，叔叔好，小朋友好。来，对。小朋友，你们来了。阿先，顾一下啊。哦。快骑新年考驾照。机车纹身。我还有每天的日常勤务要做，这么多事情我哪做得完？不止哦，这个礼拜轮到你倒垃圾做资源回收。又是我？什么又是你？说好一个人一个礼拜的啊，连所长都要轮。所长有轮过吗？他每天不是都在那边扫地，你给他扫还不开心呢。哎呦，那是他老人家的乐趣嘛，你就不要剥夺他的乐趣啦。对哦，今天不是说有个新人要来吗？他人呢？对哦，1点半左右会到，我会去接他。不知道是不是好人。哎，听说是在台北出事情才调到我们这边来的，说好不会超过1年，所以算是来度假。真的假的呀？我们这里职缺那么热门呢，他怎么调得过来？那就是祖先有保佑，上头有人罩。真的假的呀？有后台哦，那一定很硬。我才不管他后台是谁嘞。总之呢，只要他来这边1天，就要把这边的事情做好，就那么简单啦。喂，新竹派出所，陈先生，叫什么名字啦？有人入山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好，我们要注意。如果有新的消息，再请你通知我们。好，谢谢。高灿伟，就是你啦。便当来了。哎，小慧。哦，会不会太慢了？我都快饿死了，你看我都变瘦了。跟你开玩笑的啦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便当来了。阿信，便当来了。好。OK。那个小杰嘞？小杰？没看到。小杰。我在外面放电视套。小杰，你耍你酷啊？干嘛不吃饭？哪有？哎，你说了吗？干嘛不说？再不
说时间就来不及了啦，赶快说啊！好啦，我会说啦。那我先回去喽。嗯，加油！好，拜拜。哎呦！哎呀！要乖啊，爱乖啊，无爱输钙死钙痛哦。来讲哈，爱乖哈，来喝茶嘞，啊，来来。谢谢。哎。啊，你哪会一个人在遮哈？哦，你感觉这安尼，这个风安尼吹过来，啊，这日头安尼温和温和啊，几只鸟啊伫这青色的顶悬安尼飞来飞去，袂输咧跳芭蕾舞的。哦，啊，我是讲你才甲因配合啦。我啦，是安尼啦吼。我想要请问一下，说那个幸福派出所怎么走？哦，幸福派出所。哎，你问我就对了，我这里长啊。啊，我会讲吼，你听我过迄边来看吼。这只往南安尼行过吼，啊第三支电话车啊，搁过去，啊搁行10步一间。加送给一点。
第三支哦。有一个行啊，有一个行啊，你安尼，我向东啦，你若行到遐过摆向东啦吼，向东安尼行50公尺过。50公尺哦。嘿，过50公尺，了有一条50公尺近啊尔，50公尺。哦。啊，你唔好行第二条行哦。迄第二条电迄条，迄恁这拄来啊，你唔知，迄两只狗啊足歹，你唔好行迄条。你行落去头，我讲的头拄仔迄条。像安尼第三支我正手正手对。嘿。 50公尺，有两只狗啊。向东啦，你是毋是爱过向东对无？过来，你搁行过的时阵，是会对一间厝，点仔家厝。迄间你莫入去，迄间你过迄间厝，迄点仔家厝少远的，你就会去拄着一条桥。桥，好伫公庙先到啊桥啊。你是讲为遮去哦？嘿，反正就为遮啦吼。 你着你只行过，你会记哦。我来你讲，你即马吼。 你这是干嘛？你怎么跑来这啊？人家跟我说走这里啊。你要去哪里？啊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幸福派出所。在那边啊，你走错哦。那边啊？嗯。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。拜拜。
免嘛甲贵啊，甲真紧就会好无？所长啊，你变这玩意变真久啊呢吼！哇，规个所在安尼，互你创甲安尼，遮清幽啊！营养诶，最近啊开始写毛笔字。哦，你也开始写毛笔啊？我阁毋捌看过你写字诶。行书啦，小字啊，这讲到毛笔吼，甲你这正南非人款，你也看，咱这自然的物件呢，这叶啊呢，这是幼露的，哦，像迄丛，安尼人讲的叫做啥？安尼大刀阔斧安尼，袂输那关刀安尼划落去，哦，这一种自然的感觉安尼啦。那个像你，这个像我，对不对？啊，差不多迄个意思啦，对吧？所以我感觉哦，这写字是一个足快乐的代志。啊，即摆囡仔拢唔知影啦，所以吼，即摆这书法这个物件吼，就咱这款人才会去变的。足少人讲哦，真正去感觉到讲啊，写书法的快乐。哎呦，哎，阿伯，哦，你你说妈咪哦，来啊，走啊！好好，谢谢谢谢哦。嗯，我讲你吼，迄隔壁迄阿三哥迄个水道啊，水管毋是破去。对啊。啊，你毋是甲人答应要甲人修理？要甲修理啊，敢用好啊？你即马甲人答应的，毋是我在做，我是叫人来用好啊啦。好啊，就好啊。啊，阁有咧。啊。你就是拢后壁甲人答应啦。迄隔壁迄你毋是讲要带要画图，要甲画图？对，对，是我来去。所长，你实在无责任的你啊！歹势歹势哦，你着要说会做啦。但你无做唔得啦。连讲才甲你讲啦。来，嘿啦，阮先过来。当落了啦哈。来，你后摆莫安尼做。朋友都拢袂记你代志了啊你啊。朋友迄哪要紧啦？啊你讲到三讲是。但毋是我在做，对无？毋是我在收尾。啊你要紧啦，迄家己的人诶要紧啦。有关于我们史书上啊，欧巴陈总，因为说不定又打人麻了吗？有啊。又讲嘛吗？我啊，我爱暑假就走嘛。对啊，你暑假在做嘛？我走嘛噻。
冇做，因呢度啊，考顿考试啊冇做。说，那个制作人不是叫你去台北试音吗？你这样来不及耶。可是我爸不喜欢我练团啊，也不喜欢我唱歌，也不喜欢我的歌。为什么？唱歌那么好听。可他不喜欢啊。唉，算了，不要说了，他不会懂。那你妈呢？你跟她说了？嗯。我也不敢跟他讲，他一直让我去台北。那你要去吗？等一下，进来啊！没有啊，哎。哎，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哎，你讲好几点？差不多啊，才1点多而已啊，这里应该不会塞车啦。啊，这中卡所在哪会塞车啊？对啦，哎，少年嘞，哎，你这行做偌久啊2年啦。2年哦，哦，啊，拢伫倒位仔咧做啊济？什么？拢伫倒位仔做较济啊？再说一次啊！来讲，村内位做较多啦，较巴谈的什么？哦，走的啦。啊，台北咩？台北。哎，台北也有做恋爱哦。啊？用我娘人哦。俺是来台东嘛？马哥啊？台东是来过嘛啦？200来诶。哎。哦。啊，无下都有生人的嘛？无啦。还忙结婚哦？哎。哎，要去哪呀？去山东啊！咱做生从从山东做唔对哦。你有冇去山东咯？啊？你有冇去山东咯？哎，这家人啊，去山东做嘛，该做做生咩？唔是来过两位嘛？哦，哎呦，俺讲在台北做，台北哪位做啊？有啦，这阳明山隔壁有冇？阳明山嘅国家森林公园也有在做这行的啊。做的啦。唔留嘅出条路艺术嘅，行嘅什么啊？行嘅什啦？哎，拿着刀啊，刀啊，你都敌啦。哦。手动爱，唔定爱听。
影呢？知道了，应该1点半左右要到，可是没看到人。没看到？他是不是自己过来啊？不知道。是。好，我了解了。好，谢谢你。阿照，是火车误点还是怎么样？不是，他们说鹿山口附近有可疑车辆。周总，要不要我跟嘎照先去看看，然后顺便看有没有请求支援？资源啊，资源先等一下吧，我看你们先上去看看好了。如果有状况就汇报，如果紧急的话就用无线电嘛。嘎照，那个不要超过询问范围啊。我知道了。邵总，那狗山比的事情，我先打电话确定看是不是今天过来啊。说谁呀？来送个돈拿点钱来行不低啊。停呢咯。我要么我按住哦。好，那听得出来。我听得到啊。好。喂，是。好，谢谢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周总，高灿伟的同事说他1点钟左右会到，没有错。可是刚刚接到简讯，说小明遇到卖汉堡的大叔。啊？麦当劳？那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他遇到状况，这是他跟同事之间的暗号。后生我们行一下这样皮皮串哦，很多啦。好啦，你先行诶。好。洪生用我一次打电话咯。无啦，谁冇你嘛？打电话为什么输得多呢？真的哦。系啊，冇骗你。打电话输起来冇个大。好啦，一下子好诶，有些冇限。好。
为什么啦？什么为什么啦？为什么高灿文会被带到山上？把手举起来！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状况。发生过什么事啊？之后再跟你讲。